师父写这句话告诉大家：狡猾狠毒像狐狸，逆天而行是不讲理呀。阎王告知要远离，否则总会等到你。以后因果现前的时候，这些人凄惨呐，叫苦连天呐，堕落在黑暗，各位千百万劫，他很难以跳脱，没办法跳脱。你看多悲惨！狡猾，他非常狡猾，钻牛角尖，想尽办法，用尽计谋。各位，你看他的脑筋多是使坏点子，都是坏的点子。这个非常狡猾，又很毒，很凶残，又很毒辣。你看，像个狐狸一样，他想尽办法就是要吃你，就是要吃你这样。你看多恐怖啊！啊，多恐怖！各位，狡猾狠毒像狐狸，逆天而行不讲理。他背天呐、背的违背着天，他随便他就是随便乱做，胡作非为啊！这样子，这种行为不讲道理啊，不讲道理。各位，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赶紧修行，不然的话，以后这个灾害连连，各位天灾地变，各位那随时都会发生。以后我们众生为什么由暗入暗呢？由明入明呢？由苦入苦，越来越痛苦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背天而行，逆天而行，所以大家都不讲道理，不讲做人的分寸，不应该做，没有遵守做人的道德。结果你看他不讲理，阎王一再告诉我们众生，阎王，我们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提醒大家要远离啊，你千万不要违背着良心，随便胡干啊，乱做啊。这样以后果报现前，你叫苦连天。所以阎王告知一定要远离哦，不要有这一种逆天而行的这种乖张的行为就是让自己心里面有苛责的行为，你千万一定要远离，否则总会等到你有一天你往生的时候，你一定到阴间地府来报道。那时候在折磨的时候，在惩处、在处罚的时候，各位，你避也避不开，逃也逃不掉。而且你看，一天一夜要万死万生，一天要死1万次，又要活1万次，一直不停的、重复的一直折磨。你说那时候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呢？你谁能够挽救你呢？没办法，只有靠，因为你自己罪有应得，罪有应得。所以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呀。我们呢，千万不要太狠毒了，各位对不对？做人也一定要有一个分寸，凭着良心，实实在在的，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去伤害别人。我们要彼此尊重，互相包容，互相友爱，互相疼惜。各位，这个社会才会慢慢的趋向于善良的社会。那善良的社会，感召就善的果报啊，社会就会太平，国家人民就会安乐。你看这个多重要啊！为什么我们的心呢，一定要横到一边这样，那做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各位，我们千万要小心，各位对不对？一定要小心。好，谢谢大家。好，我们把手机。